来看今年客家天师总共1位的天师金钟奖17项奖，可拿出关心社会议题、含加客家中生活的客家戏剧，同时评审的肯定。尤其去年的云淡天安墙演出社会神的戏剧，今年演出客家天师天阳宴爱神歌，头一颁1位民艺剧师5批国奖。那还有阿昂妹同胞起我里的，也利用出客家剧场的图。从1位的戏剧节目导演奖，主题演员同导演嘅代表，客家天师更加希望透过戏剧发挥媒体贡献，引起观众嘅回响。小爸，我今本年生理刚好，做地咱来烫哦。也韩托小學6年生的戲劇，一雙木族太馬女，滿佢有才情的佢，也還係學教舞團的成員。也拜到愛神哥也出戲，做一個同阿妹相互話變公益的，又乖又曉得的小阿妹嘅阿家家。現在戲劇唔係行業，故所唔單止愛好講客，還愛套也是地度賣送靈堂，一旦自然的演技，表現出兩子愛親情的感情。我入圍的時候，我很高興，因為我終於可以去走紅地毯了。去年都要別人帶我去，可是今年就可以自己去了。還可以帶着媽媽去哦。用啊，睇下啦。啊，衫唔記穿起來。整。哦，今日晚場。我知。啊，看你表現咯。我知。係。第一版1位天師金鐘獎6項獎的阿昂妹也出戲，要做導演，要做編劇的林子怡，也沿途上海翕戲，知道阿昂妹有很好的成績，知道同歡喜。就算自家嘅2位嘅戲劇節目導演獎，不過佢更加希望戲度嘅一流演員，知名會得到評審的肯定。太卡亚代真的是很努力的，出来的效果我觉得都还算满意。那去考试对什么得奖不得奖，甚至你也不认为他平常心啊。我反而希望是，比如讲说男主角、女主角、男配角，还有其他的伙伴可以得，他们真的很努力啊，我比他们紧张啊。今本日喺藝術企業裏的體育嘅比賽，希望做得滿大家順利平安。同樣係用客家劇場表演我哋的因為戲劇節目導演獎嘅王傳忠，其實知道當想唔到咩同意外，尤其愛翕國內罕見嘅競技啦啦隊題材，更加無乜嘅表演經驗嘅演員較多，故作無論得嚟到獎目，對大家都去參加金鐘獎典禮。這個題材是全台灣第一部以競技啦啦隊為主題的電視連續劇，所以中間一定會有一些失敗的過程，比如說跌倒啦、摔傷啊。跌倒跟摔傷你要怎麼拍呢？你又不能夠拍得假假的，你要拍得像，讓人家覺得說他們好像真的跌倒了，但是你又不能夠讓演員受傷。所以如何兼顧到戲劇效果，又能夠讓演員安全地完成演出，這對我而言是在拍戲的當中最大的挑戰。對關心社會議題都集權後上促權，自稱編劇王宗平認為，客家電視應該發揮公共媒體的功能，來影響同教育觀眾。基本上，我認為是要照顧老的、照顧小的、照顧底層的，對不對？那底層現在我所看到的這個戲，它是在照顧底層。你能抓到這個主題，你本來一路拍下來，那當然是為弱勢發聲。對表現社會大政策人物都行減後上促權，挑戰競技啦啦隊嘅題材，客家電視用戲劇內容相當引導觀眾嘅共鳴同反響。更加希望有更加多無同樣嘅觀眾也共下來看有着動人嘅客家戲劇。客家新聞齊志偉512綜合報道。